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欠芳，台语安尼写欠芳；华语的爆香，台语讲欠芳。中式的料理，欠芳是秘诀，甲姜、葱啊、蒜头、咸椒啊等等的香料下落去欠芳，引出着芳气，再搁放食材落炒，讲安尼哦，料理才会好食。啊，讲欠芳有一个真重要的撇步，热锅冷油，就是鼎爱热，油爱冷。安尼欠芳才袂欠甲臭焦，唔但引袂出芳气，对健康嘛有败害。不过，南口中家病院临床动物科的护理师谭敦竹，伊讲哦，伊炒菜无咧欠芳，因为油会因为高温来变质，但是伊有掺味素粉。啊，欠芳的芳，芳瓜、香瓜、芳水、香水、爆米芳、爆米花。上尾啊，搁来讲一个片芳，只能闻香味却不能吃，都是典时也则是讲出来，互人欣赏。你手中遐济宝贝，嘛摕出来，互阮片芳一个。真侪人学了你熬煮食，你嘛煮一顿啊，互阮大家片芳一个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欠芳，实在真趣味。